求大王放继儿一马。继儿不单只是你的孩儿，也是寡人的血。大王，八字来了。大王，时下阳光灿烂，你的脸却是阴雨绵绵。坐。大王，芈月有一事不明。何事？大王，先让荡儿和继儿对宫寒还是法属各抒己见，眼下又要让他们两个人去四方馆投注，这是为何？你向来百灵百力，你说是何意？大王，是想让荡儿和继儿相争吗？寡人是想看看自己孩儿的才干和天分。寒暑之争本来是朝堂之争，可眼下这样，恐怕会弄成荡儿和继儿之争，这会引起别人的怀疑，甚至是猜忌。谁会猜忌？都下去吧。说吧，谁会猜忌？我怕会引起王后的猜忌。荡儿和继儿都是寡人的孩儿，就算他们相争，又有何不妥？况且，王后也不至于心胸如此狭窄吧？大王，荡儿是嫡公子，大王和王后都指望有一日立他为储君，继承秦国大业。是又如何？大争之势，互争熊长，犹存劣败。无论别人怎么争，都不要拿继儿去相争。再好的刀，也是磨出来的。大王，可我不想让继儿当刀，只想他做磨刀石。芈月，寡人宠你，但你也该知分寸。求大王放继儿一马。继儿不单只是你的孩儿，也是寡人的血脉。大王，你回去吧。以后吴轩，成明殿就不要来了。娘亲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娘亲在想继儿。在想继儿的什么？在想继儿的将来，想继儿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继儿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像娘亲一样的人。继儿为何不说要成为父王那样的人？你父王可是大英雄。先做像娘亲一样的好人，再做像父王那样的大英雄。继儿说的对，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，将来才会成为一个大英雄。明日继儿要和荡哥哥一起去四方馆下注，娘亲有什么要嘱咐继儿的？无论别人怎样，继儿只要用自己的心去下注，就不会错。继儿知道了。在下赞同张相，主道崎岖艰难，攻占巴蜀，兴师动众，得不偿失。在下主张公函，这公函可以走3步棋，一会儿再聊。愿闻其详。这第一步就是亲善卫主。雍公子，张相今日好清闲呐！当清闲时则清闲啊！张相心系公函大事，到这四方馆来，
难道也是来下注的？我是来看别人下注的。哼，何人下注能让张相如此挂心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张相觉得大王究竟何时才能决断公韩还是伐蜀？快了，快了！你如何算得快？我土地偏远，劳师乏众，不足以成威名。我会掐算。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哎三川。我要等的人来了。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，不宜适用。来，公韩伐蜀，伐蜀自取其辱，公韩得不偿失。远交近攻，乃用兵之道。公韩必定要成为我大秦国策，当然是要公韩了。挟持天子，乃是犯天下之大不为也。二位公子，等一会儿啊。就秦国而言，眼下并不具备号令诸侯的实力，是不是？哼，3家分晋，田氏代齐，天下早已经礼崩乐坏，周天子还算个屁！公子，来，拿着。人皆知公韩之力，这是你们投注的竹签。且听我说，二位公子不必太拘束啊，可以四处走走看看。只要在四方馆天黑关闭前，你们进行投注便可，好吗？韩魏两国为何不先下手为强呢？就是因为实力不够，反而还会引起众怒，成为公敌，是不是？是。伐蜀就那么容易吗？茶国、八国都是想借助秦国的力量而自保，简直一派胡言！有莒国和八国引路，伐蜀就是顺势而为，应势而动，所以必须得伐蜀。公韩，言之有理。伐蜀，是公韩还是伐蜀？这要权衡两者之间的利弊。一定要伐蜀！孙子兵法自取其辱，说算胜，少算不胜。这下看张相急言公韩，公韩的有多少个了？公韩的有13个，伐蜀的呢？伐蜀的只有5人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公子季12字上都得到更多的好处？老伯，既为大秦谋得实力。你认识老伯吗？当然认识。好记性啊！老伯是你娘亲的挚友。公子等一下，你看看，主张伐蜀，实质也是从3处着想，来阐述如何成就密豆，公子喜欢吗？那咱们俩找个地儿吃去。好，走，慢点，慢点。久战民贫，尚不具备即刻一统天下。哎，手伸出来。增强国力，这2者蜀有节，纣之乱，一攻一伐，用兵不伤众，取其地好吃吗？可广域富民。道义上，你看这里是不是很热闹啊？伐蜀，一定要伐蜀！他们好有趣，像树上的鸟，每日从天明吵到天黑，下一日再来接着吵。队里的人就像流水一样，得志了就出去做事，不得志了就留在这里。你看叽叽喳喳的吵嘴。那老伯是得志的还是不得志的？那公子既然在这里遇见老伯，可见老伯是不得志的。老伯大器晚成。大器还晚成，哈哈哈哈！那老伯就借公子其言，啊，你看老伯盼得志，头发都盼白了。眼下有个机会，不过要看公子肯不肯帮老伯了。你是来投注的吧？那你想好了没有？是要公韩还是伐蜀啊？没有。蛊惑列国，以秦为敌。公子若是投注于公韩，必会形成那老伯就有可能得志。大患。鄙人看来，哎，怎么了？这蜜豆坏了，继而不吃了。坏了？没坏啊。好啊。
你是不想说了，拿蜜豆来做托词，对不对？吃了老伯的蜜豆，就不能用自己的心去下注了，不值。诸位争来争去，好，说得好，你果然是你娘亲的孩儿。吴两国一贯善变，是否愿意与秦国为友？是否能够出兵？又一个，14个了。还是疑问，尤其是张相公韩的以令诸侯，那些诸侯国是否臣服，很难说呀。你们两人今日到四方馆投注，都投了哪一边？儿臣投的是公韩。为何是公韩？儿臣在四方馆看到侧室们大多主张公韩，而前往投注的人也多将竹签投进公韩的箱子里，这说明人心所归，为道与义。继儿呢？儿臣投的是伐蜀。为何投伐蜀？因为儿臣看到有太多的侧室们主张公韩，而大多数的竹签也投进公韩的箱子里，所以你要反其道而行。父王不明白。继儿看过父王与娘亲下棋，娘亲总说人人皆知的棋路，你的敌手也一定知道。继儿的意思是，打仗要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如果人人皆知的路数，反而做不得，因为你的行为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了，对吗？你过来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是谁人教你的？无人教我。不是你娘亲让你这么说的吗？不是，娘亲说让我用自己的心去下注。